来看台东县秋冬季的观光活动哦，陆续起稿。这拜六礼拜哦，要办南海生活节，让游客来到台东会当来体验水上活动哦。今年嘛，专工利用市区的临江湖来办南海生活节，提供游客当来体验独木船、风帆船等活动。伫暗时哦，嘛有水舞的表演，咱做伙来看卖。台东县头一届要伫咧人工湖举办水舞，进入上尾测试的阶段。搭伫人工湖水顶的点烟台，为无共方向喷水，加上各种色水的灯光甲音乐，伫咧无光害人工湖水顶演出，是搁较惹人目。日尾暗时正式开幕了后，为29到10月初1这3天，逐天暗时6点半至9点，每半点钟都会有5-6分钟的水舞表演，为民众甲游客做回过中秋。也特别利用活水湖夜间无光害的特性呢，今年特别举办台东史上第一次的水舞光雕秀，在活水湖，就是希望民众呢在夜间有个新的去处。台东县人工湖有1.1公里长，用过拢敢若举办水上运动。官府今年头一届引进水舞，佮配置下咱的平板船、独木船等水上活动的体验，互台东人工湖头一届日时甲暗时拢有活动，会当提高使用率。所以我的场地占比不大。那其实不会影响到水上活动，然后又可以促进观光效益，让民众可以来观赏，我觉得是帮助很大的。官府表示，透过头一届人工湖水舞的表演，未来会纳入常态性节庆活动的规划，让台东的观光活动伫暗时嘛有真精彩的节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